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人想同埋嘅，我是刘飞珍。今日现场有请到係蔡青島電台學校戲劇嘅李淑婷老師，淑婷先生係咪老觀眾朋友們好？觀眾朋友大家好，非常好，我係李淑婷。淑婷，我想吼，你一隻時代吼，講太好時代一套戲劇，即係講好像我唔知道係以特殊嘅吼。你幾段時間慢慢想到愛行戲劇呢條路？我想因為係個新嘅上天安排啊，因為這年時間哈，冇乜要讀書咩冇認為老人講做得套戲劇哈，也係做得考到大學，因為成績唔好哈。後來民國70年哈，國立藝術學院成立，佢考試嘅辦法哈，真特殊哈，好考，然後數考係冇乜有比例啊。就講一般都係全部都靠你筆試啦，唔過你呢個新嘅學校佢考嘅方法係有筆試。還有一個數科，就你考戲劇或者是表演呀方面，係咪70%啊？70%哦。啊，好考係30%啊，係啊。所以我考到嘅，我爸爸媽媽感覺當奇蹟啦，要考到到，要考到誒，咩係我人生嚇第一擺成功啊！哦，也咁樣對我係較唔係當重要。按樣講起來，我知道我先回饋一下我嘅經驗，就講，透過嗰種年代嗬，讀書係真係輕鬆要嘅。人生嘅價值，如果你分數有拉高嘛，樣嘢。嗰時候你睇講到講，一個新嘅學校考嘅方法又冇相同，所以幾兩年代開始講係一個新嘅事情。當時咧，當時嘅事情，還有佢考試嘅時間哈，然後大學聯考同一天，同一天。哦，所以你考大學聯考就冇做唔到考。等於講你要做嘅天啊，係咪真要去擠大學窄門？你講我做那我一行一條，老一般人冇相同嘅路，唯一嘅路，所以一特別啦，我按你開始咩？講嘅上天冇也好考嘅成績，我咩冇好考，還有佢考試嘅方法，較適合我嘅天性啦，所以我考入去以後，就感覺也條路係我嘅試看嘅嗬，做得行多久啦？結果後來咧。你最近啊，太好4年做挺歡喜嘛？因為透過嗰個聯考，你用分數去分法嘅話，上嚟都考聯考嘅。聽到同學都會講，拖你呢個呢，事實上唔係我想愛嘅。甚至聽到你畢業之後都根本都冇行呢條路。你要破釜沉舟，行唯一嘅路，行下去之後也4年過得要慢。以後哈，感覺。有點牛鬼蛇神哈，同一班。你講班開同學先貼片嘛？一度係北部嘅學生嘅，北部嘅，佢較會表現自家哈，講話咩較會講，我係苗栗講話上來嘅聲音嚟哈，發音較慢，還有害羞，嬌羞，對。有好多發出來咧，所以我感覺有一度嘅壓力。剛好1年生嘅事嘛。感覺自家當初冇乜嘅天分，冇乜嘅才華，跟要 healthy 喎，你要知道講，行唔到了。咩冇啲動強自家冇乜嘅表現啦。太長嘅時間哈，就老爸爸講哈，阿爸講。我可能想小學，一般人都差不多2年生都小學，你都3年生還有一個想法咯。因為學校係好教係5年，佢要5年，我都5年。藝術學院係5年制，就等於講你拖到一半嘅時間，
开始有动摇，爸爸就讲，好啦，先留泰山哈，泰土地哈，咱讲，好，那么反对休学安尼。后来我土地以后，我又冇讲法。撞墙起高的那种，呀嘛屁股懵的哈，就继续读啊。继续读下去嘞。我想我爸爸对我的策略哈，他讲哈，我为我自己现在负责哈，还有假使我做的韩国的难关，我做的过去，我自己就对，我还有勇气哈，继续行，繼續行，也有啲像你嗰種運動講，都話有撞牆期哦，高鐵嘅關注可能有下好一些。當時是冇乜清楚爸爸意思啦，因為冇答應我拖嘅動辛苦，心情咩冇好安尼吼，感情咩冇乜個走弱安尼吼，心情唔好安尼。後來過下以後，行業嘅創作嘅。創作，劇本創作嘅專業，分科嘅，所以慢慢就尋到自己嘅路誒。按樣講，如果因為頭前3年可能上嘅課，係咪有本意知道聽到一個自己令人做嘅方向，做嘅發揮嘅地方，令人都開始創作，自己寫東西嘅時間。也係我較強嘅咩？因為文字啊，還有故事，文學，安尼傾向較強，係啦。故事後邊幾年就有下順嘅嘛？5年畢業來到社會感覺冇乜嘅環境做得。演戲嘛，沒，就係工作機會冇一套，因為相關嘅工作機會冇一套，因為民國78年、80年嘅時間哈，台灣嘅戲劇嘅氣氛還蠻動盪，還蠻發展。嗰兩時大家相對都係像做大像電視、片樣，全部都會去學。聽小書，當有發出呢度呢啲嘅，還有講究嘅較強，講嘅種嘅較強，嘅看下 face 啦，上都較好看，還有人脈，就講目前的工作啦，比如講而家都係可能係創作嘅幾兩時數下唔啲講，以前要嘛呢度嘅幾個行業咪有，所以嚴格講哈，係較從訓練出來嘅專業，嗰當時台灣嘅劇場冇乜嘅成熟啦，有樣，冇辦法尋到專業嘅工作，所以有你去嘅迷茫嘅時候，就茫茫渺渺，唔知。好，當場好嘅一身嘅功夫啦，如果冇地方好表演啊，係發揮啊，後來我就有一下嘅影視劇本啦，沒有啦，寫天使劇本，我係老嘅袁瓊瓊嘅，係好鳥，有名嘅小說家，佢寫嘅一開始因為係專業嘛，你去當家所以。嘅老闆咩就欣賞，唔過寫到後尾，因為係講究嗬，商業嘅效果，所以後來寫到1、2年就感覺自己冇乜嘅東西好寫，冇乜嘅生活經驗嘛，因為在瓶頸，寫啲喜劇自己一起。寫叫出來，因為冇東西好寫，冇好笑誒。自己人生冇乜好笑啦。寫喜劇劇本寫到哭，好有畫面哦。係呀，自己就講說，那啲豬八戒啊，係啦，所以就較迷茫。要轉去學校讀研究所。讀一套研究所，過去進修啦，嗬。係，之前咩係要較確定自己
可能下周还有教书，应该爱去个做得做的啦。哦，所以3年毕业就开始教书的啦。跟你按样教书也1多年了吼，分享一下教书的经验吧。哦，呀，教书20年的，所以有阶段啊，有阶段啊。开始的时间，跟咱的书本哈，唔爱唔爱丢掉，唔敢丢吼。讲个理论啦，哦，学生的看就懂好，衰，多衰，懂好。一开始搞时段的，嘿呢，补点书本的，搞理论，嘿呐。后来就像按你做唔得啦，哈，不过就慢慢的摸索啦，新方法，后来我又想说，要引起其他的学生的兴趣，所以就做个实作。他实去，我记得有实体要操作的部分啊，你等下去拍理论啊，拍人讲过的东西啊。因为总部的太好哈，演好演到某个专门嘅戏剧吗？表演艺术的系所没有哦，你喺这台湾嘅总部嘛，台中为主。对。好，一个好教书嘅辛苦，用把二老师。學生搞到我表演嗬，確實一幕太好玩咯！下一段節目轉過來請舒婷老師老大家分享。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請到李舒婷老師，老大家分享佢學戲劇、教戲劇嘅經驗。舒婷佢講到學校地度教書嗬，一開頭是真唔曉得教，難等書啊教理論，後來真地講慢慢地教學生嘅實際創作，用佢嘅過程也幫學生有學習。我第二嘅經驗非常特殊，除咗學校地度教你要行到學校攞杯哦，做得分享一下喎。你用把佢對學校地度教書，都行到一個沙期嘅劇場，因為差唔多係我想係96年啊，1996年，台灣開始嘅沙區。營造哦，社區營造，社造，所以有當到沙區太好成立，沙區太好，這個太好去希望學習學都學來上課嘅人哈，像自家學物界，來表示愛去學物界，學個沙區太好去搶。相關的老師來教，安尼，應該係講成人教育的一個基礎啦，一個部分啦，開始啦。過去人講太好嘅窄門，係像做教育不用在學校地步，唔過對出社會人來講，成人來講，其實呢一個部分也一重要。有所做社區太好起來，有一個所謂社會教育嘅部分，也有先到學校就開始講，係咪來教戲劇？班安尼社區嘅太好。我係98年，嘅公館有一隻苗栗公館嘅乜嘅苗栗圖書學費。圖書費，老苗栗嘅社區太好，表示愛到公館上課。嘅牧羊人青少年活動中心也係地方哈。講公館有一張牧羊人青少年中心嗎？係，也地方拄好喺我爸爸媽媽嘅屋嘅對面。係啊，看得到，看到，所以我之前就好，我來搞轉公館。第二個係轉家鄉咯，係啊，種意思，呀，我開始搞社會面試哈。如果唔係太學生嘅。來一年哈，差別動態有老有細哈，有嘅70、60歲嘅退休嘅老師哈，有高中生，有木卡做事嘅媽媽，家庭主婦啦，還有阿婆，嘿，有人懂
较差别动动。哦，那个因为俺去家跳过，也都好高低度高数哈。俺唐你按我讲说要挑战很台哦。系哦。因为跳过高跟年纪差不多，太高跟长度没长度长度也差不多。像你俩来嘅一群学生嘅係冇相同年紀，冇相同人生經驗，啊個人來吃啊，啥嘢每笪地方都有，冇相同行業嘅人哎樣。點樣搞起來會挺困難冇？開始嘅時間，唔知就講按樣嘅教戲劇嚇，因為教理論冇做唔得，冇可能談嘅成。係啊，所以我就用嘅劇場嘅遊戲帶發動。帶活動，就講帶發通，係帶發通嚇。同學教，同學同有新氣嗬，大家來見教見學啦嗬。係啊，教嘅時候我發現，我自己發現其實人是那個老人家，還有媽媽，全部變成人嚟。哦，係，啱起動，如果記得喺教學，可能有可能佢人生體驗來好表演，好戲劇，啊，跳過人中佢童心，因為冇乜愛考試，冇壓力，冇壓力，沒有成績嘛，所以教嘅時候我講，哎呦，全部像新人嚟，我自己咩感覺，同學搞生氣啊，搞生氣啊，哈，就帶歌上哈，慢慢啊帶入那個專業部分，遊戲係表演理論哈，發展出來嘅遊戲，我帶發通係有表演嘅訓練在地方，沒帶上搞點點啊，係，所以慢慢記得有興趣。還有興趣想個繼續練下嘢，還有感覺自己做得多。哦，係，因為教咩，唔係唔會教嗬，唔該，佢後門係後輩嘅，係佢教嘅歌手講同學教咩，慢慢記得就較上心來嘅嘛嗬，開始老佢講故事，記得咩把故事講出來。哦，比如講大家分享各自嘅故事，係，有時間很佢寫信嚟本自家爸爸媽媽嚇，有時間帶自家親歡喜嘅東西來，老大家講你做乜喜歡呢啲東西？講故事過程中都有一集，所以訓練表達兩方面啦嗬。還有佢哋嘅故事我慢慢嘅選擇出來，做劇本的素材。哦，等於講，你那個沙琪劇團佢嘅劇本嘅形成係大家嘅故事，然後老佢都講下，然後變講大家講下來創作，可能一個戲地方每一部分都有愛自家嘅一樣嘅，係咪愛自家故事在地方？錯。其實呀，60年代美國嘅集體即興創作，就有按嘅原理啦。哦，唔講我帶到沙琪劇場哈，我係得到嘅係佢哋嘅人生嘅故事。熟悉都聽到故事哦。後來佢哋咩愛演出，表演自家嘅故事。佢哋開始感覺戲劇。唔係離自家導演，自家做得多，還有透過舞台哈，舞台，看到自家，不願看到，開始有認同自家。我在想嗬，可能有一部分，就講我看到透過自家冇看到嘅自家，還有別人看到嘅自家，哎呀，做來本來有信心一啲咧，還有。自家嘅答案係冇，自家嘅找答案嘛，價值哦，卡車出來哈，還有進一步為老自家和解，有假設故事有乜嘅問題啊，有乜嘅傷心啊，透過舞台哈，俾人看見啊，你就會感通嘛，按你歌唱，你嘅歌唱係有意義嘅，所以有人講有一種嘅戲劇治療，戲本身
那个戏剧本身有一种做的疗愈人心，还那个老起家过去无法度化解嘅心结啦，还那么个老去整理啊，可能做个那时做他做表演得下啦吼。因为佢透过舞台有距离，没出架角，有舞台。我有做艺术的处理啦，系啊，我做艺术的处理哈，所以佢有距离的看起来故事，较有反思啊，来机会啦。哦，所以当到时候演完哈，会难得互相拥抱，难得因个暗自说你故事做得讲出来，要分享那个牧羊人剧场哦，那第一年像后来又有做那我一扎沙琪的剧场系冇？嘉里山啊，嘉里山剧团，苗栗有个嘉里山哦，你有係用苗栗啊个提名吗？開始的時候哈，係嘅團長就係李橋先生啦，立嘉里橋，佢就講嘉里山係苗栗嘅神山哈，就用在地嘅山，那個樣講地理來做劇團嘅名嘅，後來又改替啦，改成苗栗劇團，係安尼啦。啲嘉里山劇場，我想象啦嗬，事實上我後來也有去看，也是看過表演啦哈。咁因為你係一隻沙琪聽講做老環境有關嘛，啊，人家嘅苗栗嘅沙琪劇團，基本上有非常多嘅語言可能會用到客話。人家都喺度講到舒婷老師，因為你去講較無關係講客話，叫人家嘅沙琪嘅劇團。在表演沙琪歌的時間，你一個語言問題，你係用辦處理，包括你嘅寫劇本，你係用辦做喏。因為李橋團長哈，特別有講，一定要講客話，聽伊就愛講在地嘅故事，苗栗嘅傳奇啊，傳說啦，傳說，也係個乜個典故啊，安尼嘅故事，安尼。係動態挑戰啦，因為我冇乜機會講客話哈，所以我係私語的年代啦，私語嘅客家語，我慢慢地提進來啊，希望啦哈，所以我就帶佢哋本來嘅母語復興，因為我寫我教，所以我用。你去家就愛經歷到客家嘅環境，所以學生咪係我老師啦，講客嘅，因為在地嘅人嘛嗬。不過也嘉里山劇團嘅人係較樣講較多係老師，也係嘅公務員，就基本上佢都一般來講，沙飛位製作還有受過教育一方面訓練嘅，所以沒有同到自家意見啦。不過做的教藝東西沒有一道安尼嗬。拄到生態問題就係愛寫嘅劇本啦，劇本愛用客話咩？唔可以講人用會寫，係嘛？唔過因為我從細係同苗栗長大嘛，所以我咪發現嘅環境本來嘅內化係有啦，所以我唔會用，我係用中文寫，唔過我係老實講，我係感覺係乜嘅，我意思係。客家人表達方式，給老外嘅中文變做客話表達，有一些詩哈，那就有一個原則哈，係音靜意同哦，這個幾隻聲音愛落客話發音接圈，意思一聽出腔樣嘅啦，較接圈啦，所以舒婷你講到呢個客家話書寫啦，客家話創作嗬，又確實係一大問題哦，有聽到嘅項目哦，我想很多下一段節目當中向舒婷老師同大家詳細來分享。觀眾朋友，歡迎轉到真相同埋嘅節目，今日有請到李舒婷老師老大家分享戲劇老人生嗬。
苏田他讲都讲你本來對學校地都教書，事實上兩項都學教啦，嚇。唔過你有個延伸，就講行到沙溪去做一個沙溪嘅一個劇場。P.P. 因為本身係苗栗人嘛，苗栗嘅沙溪嘅劇場主要與客家有相關。聽我講都講，要蠻寫一個客家話嘅思考，確實係一種問題。你作為老觀眾朋友分享一下，你在一個沙溪劇場嘅過程中，嗬。有那個嘅作品文本係用人家嘅苗栗菜地嘅故事，要把佢攞佢表達出來。好，應該就係本來在嘉義山劇團寫哈，講起山上露頭擺。講起山上露頭擺，係，因為聽到人講苗栗係山上啊，係對，講起山上露頭擺，係，其中一段哈，係講嘅苗栗公館沙圍牆嘅啲傳說哈，係講萬載牛傳奇哈，係團長李橋先生講嘅，然後變做一劇本來演。佢講嘅，一啲我有看，如果我看嘅係獨劇嘅版本，用套劇嘅版本，嘅故事來源就係差唔多公館沙圍牆人就有談過嘅故事，地方上流傳嘅故事。係講差唔多係1890年嘅時候哈，苗栗公館4月做太水，就東島年嘅神話受到影響哈。有一隻講很多留下來嘅人哈，佢天龍啦。天龍老人港田那樣嘅，佢冇辦法還債嘛，冇度過年，所以就留地方嘅大財主哈，總財旺哈，加錢嘛，加錢，後來也財主冇留佢寫嘅家庭。借據，借據，冇寫，不過冇憑證啊，嚇，講冇問題啦，嚇，嗰一陣時節要留嘅留下來，要債。如果留下來佢去還錢咧，叫佢冇寫書記本對方，叫過一段時間叫過去攞佢拖，留下來就冇乜嘅冇，已經冇乜嘅書面咧，嚇，要行要還押在。逼到佢，佢冇辦法，佢就掉僵屍啦。哎呦，嗰個一條命冇睇咧。留嘅本養，留嘅本養還有生人嘅嚇，都辛苦嘅長大嚇。後來差唔多嘅20年過去嘅，佢本養就係你講阿來嫂嚇，佢就有嘅養牛啦，有養牛嘅啦嚇，有一擺嚇，佢老生意去餵牛嘅時節，當奇怪嘅牛嘅唔點樣嘅嘅阿來說，上到以前嚇，去解高上安辛苦啊，就叫嘛嚇，講到嘅總財旺嚇，阿耶穌啦嚇，阿耶穌開到先生會卡安尼嚇，佢很多嘅總財旺嘅時節，跟牛嘅就係嚇，就講佢講到透過欺負佢啦，就提出嘅名嘅嘅時節，牛嘅有反應，跟嚇到咪嚇，有聲音講媽，呀牛嘅係為唐人化係冇，奇怪哦，冇兩講。一般嘅鄰居嚇，隔離連沙糖豆啊，就傳咗要牛嘅為唐人化哦，要牛嘅唐人化，一花咩傳到嘅總財旺嘅本養嘅位啊，嚇，總財旺已經本年冇出嘅啦，就轉到夾本養咩糖豆啊，就有點感覺奇怪嘅樣啊，還有咩感覺對唔起人家嘅嚇，條歌啊有人。後來佢就留嘅阿來嫂買當到錢買咗錢用嘅當到錢嚇，加錢幾倍嚇，安尼買轉來啦，買轉來後佢看一看，哎木竹法呀，係樣，看起來曾經有一點像個總財旺，佢講。
嘿么总裁王叫做我，裁王我，哎呦真嘅嘿我，跟以为就溜不出的。哦，嘿也传说哈，董有名都沙比桥，安尼，没有一线西啊，好，一有啲像你透过你讲嗰种有啲劝世，嗰种意思都底摆啦哈。还有啲当初是你按要去欺负你，去让你拖两百，叫逼到你吃噻，叫你下你变做牛嚟去人家，然后。比如讲，日本有一发假批嘅钱，让你买赚啦，好像有点晚年嘅意思咯。晚灾牛嘛，咩係就做坏事哈，变畜生，畜生，有点诅咒人家哎，就说。就会讲唔可以做坏事啦，那边我有播音啦，哎有意思啦，还有咩都是有讲到嘅苗栗以前哈，天龙嘅神法东西苦系啦，啊就老佢变做劇本嘅一团来演。你嗰種原汁原味苗栗菜雞嘅故事，然後苗栗嘅沙琪劇團來攞佢演出來，係，所以有講嘅來看嘅觀眾嚇，地位。說不定有嘅劉亞雷啊，也係嘅總裁王嘅後代係來看嘅。哇，也幾神奇嘅。佢表示你的呢個劇本嘅形成並唔係講劇作家天馬行空，係有一個本，呢個本就係地方，就係土地地方嘅傳說，地方嘅故事。特別係對沙丘基礎。有按年方向較好，較重要，較重要，按做家也幾乎係認識其他地方，錯。做訪問過場順沙聯合法，我就係都努力啦，努力聯合法，既然講到呢個劇場嘅經驗嗬，你看你到地都學校地都教太學生，到沙期地都了解到社會人士按樣嘅教法，你有感覺呢兩片有乜冇共用冇？對你自己本身嘅意義有係乜嘅？哦，我講過去沙丘太學也係劇場劇場哦，教影響你嘅部分，影響我去嘅好教動態，因為我做的就係表下我學術嘅驕傲啊。哦，就講學術人的驕傲，然後表下來，表下來，本來感覺我教書啊，唔係教嘅死嘅東西。我係教嘅神法嘅東西，教嘅睇下神法先即嘅。教嘅劇本寫作嘅時候，佢咩愛有感覺嚇，愛有感情，來寫嘅故事。嘅學生嘅，因為本來唔係表演藝術嘅學生嘅咪嗬，其次嘅可能係較多中文啊、台文啊安尼學生嘅，所以佢唔可以講冇乜嘅感情講寫東西啦。哦，你意思講佢較冇，佢會寫你講較冇心情來寫。就係冇感情就會冇感情嗎？講一下佢自己冇清楚嘅東西。哦，開始嘅時間，佢冇法度用佢自己切身嘅經驗，係你講一個感情投入到呢個作品底邊，可能係搞專業，就較刻板啊，還有就係沙丘劇團按那個學生嘅學員啊，哈，佢來自冇同樣嘅背景啊，所以佢哋會較有倫理，係，嘅太好嘅學生係較被動啊。一插學些態度較無共用。有樣哦，你講我平常都上班係一樣班，我做乜去參加一個劇團，我聽說有一種動機，還有一種動力，老這種自己想愛這個事情，還是我還願意付出啦哈。蘇婷老師，按樣講起來哈，你呀過程中有沙琪劇團的部分有讀過嗎？你印象較深嘅團員嚇，你表演上。
然后你听伊学嘅，迄一道啦，有一只迄一只爸爸吼，我考场吼，总督嘅欧巴桑啊，是那个后援讲啊，迄欧巴桑杀手啦，就无买吸引谁来啦，吼，难得有1-2个啊，有一只爸爸也来上课啊，有一只作业哈，就讲生命亲忘不掉的事情，难忘的事情，难忘的事情哈。佢讲就是说，新年的时候啊，老师爱出作文题目，下作文，下作文讲我的爸爸，懂按样题目嘛。呀，爸爸新年的时候，爸爸就在就摸爸爸，给摸爸爸给你，佢就像安样，反正就佢就还是下贴的哈，搞出去给搞某事情啊。后来一星期就是哈爸上课的时候，那个先生讲，你做下暗号来台上哈，念本台讲堂。佢就念睇以后，冇想到给班上的同学调皮的，就说老师佢冇爸爸了，佢用想慢人啊。系哦，哇，佢对新人来讲系天体缩见呢。嘿，佢先难忘嘅咩？系啊，佢事情系给爸爸去讲出来，讲出来个考场的老太家分享嘅故事。佢讲到时间哈，全身。就发抖，发抖，我那样很激动哈，就有点想要叫哈。讲到给同学说给我爸爸的时候，给叫出来。哇！团体大部分是妈妈们哈，就讲哎呦阿父啊，莫安尼啦，就俺就做等给树啊，给树洞很壮哦，一直发抖安尼，俺就说俺是谁哈，你做的。老太家讲是个阿姨的故事啊，对南闽人哈，对南闽人，还有客家南闽人啊，是挺难的。哇，刚才苏婷老师让分享很精彩的故事哦，确实人讲人生像戏，你个歌唱中是老去讲人生故事变做一个戏来老太家分享，下一团当个老太家个详细来讨论。观众朋友，欢迎转到真相同埋嘅节目，今日有请到李淑婷老师老大家分享有关戏剧嘅种种吼。听我讲到讲对太好伫度搞戏剧，又到沙溪TP 系以为传苗栗嘛，两个嘉里山剧团也有用客家话还有菜贴传说来做创作，听起来也蛮精彩哦。我用谈下来，我有只感想啦吼。听你提到讲沙溪用办参与个剧团嘅时间。一直大家分享故事，然后慢慢形成剧本。过程中，本来隔壁林莎 MD 有一个故事嘅吼，讲出来之后，好像我看你个人有位老头哥，略无穷用较接近，较接近吼。有演戏嘅人，戏台当个我有一个角色，戏台下可能也会拿一个角色，戏本身可能就是角色跟角色的转换跟输入。我相信以淑婷来讲哈，你看你才讲到讲让爸爸，所以你有一个女儿的身份，透过读书冇顺利挫败的人生，学生的身份，你教书教太好了，教啥去，全部都冇相同。所以你对戏剧嘅体悟底摆哈，体悟，这种角色的转换，你去讲，截至目前为止，你的心得系嘛个？应该是讲，就是你去又出来的安尼角色啦哈。因为我教书的时间，我是9年的嘛哈。我创作的时间，我剧本里面是个角色哈。还有我看到学生的表演，去讲故事，去讲
经验，我有看到记者的人生变做作品到舞台演出，舞台当个表演嘅时候係乜嘢樣？記者演出，我看到記者嘅，所以我會留記者後來我留學生嘅就會較接近，還有變朋友，較近。所以記者咪做得分清楚哈，舞台係作品，人生下來係真的真的感情啊，所以記者咪做得看到舞台故事設計，哈，所以佢做得反思，我看到記者人生，我咪反思我設計人生，所以剛剛講我失敗的人生啊，冇乜順利的人生，挫敗的人生，透過記者的人生，我感覺大上人就有自己都美好的世界，沒有較傷心的世界，哈，有公平的成功，有事業過，就係安尼感覺哈，所以我受到的影響就係我會較理性看自己人生啊，還有騙人的人生，我咪唔會較感情用事的去批判，也係太涉入。如果你學會像戲劇一樣，嘗試是要來個距離來看啊，哈，啊，呢個部分就是一個較理性的過程啊樣。對我講，感覺係蠻很好嘅，很好，因為什麼樣動到事情，沒愛做得控制的咩哈，所以拄到唔係愛想嘅，當時可能會痛苦。哦，就講不如我願的時候，不過因為有安尼訓練，也係教學，我會老自家講咗，拉出距離看一下，也安尼狀況係樣嘅，安尼我咪做得老朋友講，我嘅感受，我嘅體悟，朋友咪會感覺我講嘅唔係理論，係自家嘅體悟安尼。一樣講起來嗬。我忽然間非常講一開頭講人生像戲吼，啊，呢個戲本身可能不斷嘅延伸，不斷的累積，啊，冇相同嘅團看搶一隻東西，可能看法冇搶用哦，咁樣蘇婷殺下來吼，因為你一方面搞吼，一方面沒有種長度年的創作者嘛，你未來嘅創作計劃有想要去偏向下哪方面嘅戲嘛？因為近幾年哈，我做較多嘅很多文學劇作，就用文學來改做戲來表演，特別係台灣文學，台灣文學作品哈，改做劇本哈，所以沒有較多接觸嘅台灣歷史嘅事情。台灣歷史，李喬先生有一隻有一隻電影天陽劇本啊，情歸大地啦，情歸大地，又改成電影，就是1895，係講苗栗客家英雄嘅抗議嘅英雄吳同行啊故事咪哈，因為我研究所時候嘅畢業作品咪係講吳湯信的故事，吳湯信的故事福摩薩也係我劇名啦哈。後來我爸爸又有安尼作品哈，我想我爸爸做李喬老師，我老觀眾朋友介紹一下 ，OK， 所以我現在有一隻想法，下嘅吳湯信朋友王賢妹故事，因為王賢妹吳湯信死了以後，佢日本人再去哈，再去佢有自殺一半，做了以後冇死啦，做了以後講本來跳將不救起來嘛，救起來哈，後來救起來，
然后佢要吃啥？听一拜，如果听健听，才会天气甲是人这有多少的。嘿，一般会讲就係当中殉情啊，我想诶，我想强调诶，重点单枪殉情，诶，佢感觉诶阿伯炸就日本哈压迫者哈，诶毁掉去甲假言，去个假言，呀假言咩係去甲國家，好有按呢國家嘅意思啊，假言然後突梯被搶退咩？被搶走，假言咩毀掉，所以佢廝殺哦，廝殺哈，唔係單純就愛對愛。唔係男女兩殺感情，聽啦。就是對給欣賞者，佢表達一種立場，假言不應毀掉，土地被搶走，我表示哈，因為你不應對佢動尊重哦，對尊重哦，佢表達講，我反抗也。唔對做嘅係唔錯嘅，所以我廝殺，就係較無人講嘅客家嘅婦人家吼，佢自家想法安尼。蘇婷按樣講啊，所以以後啊，兩層意思啊，第一層意思如果按過去談歷史，台灣都談所謂的大歷史敘事，它冇嗰種圍觀的，相對一般歷史都寫嗰種有名嘅男性，性從頭尾冇本人看到，所以故說你倆嘅戲然後重點表出來嘅唔同性嘅不一樣嘅世界，事實上最不倆嘅男性的大的歷史敘事地步有張性嘅角度，你講到兩個老友分享啊，一般看到嘅北部強國，江少祖也係抗議嘛，嗬。一起的。19世就死體嚟啊！我就看到佢哋喺個日本人來之後，1895之後有每一年，佢哋有因為太富人家，佢哋有留一個瓜子的相片，透過嗰種玻璃底板的那個相片，瓜子的相片啊，一看，回家錯，絕大多數傳統五星，南美人在對日本人嘅事件，死體輸起嚟。所以我看到那張照片的公司在發眼，有啲嗰種起雞皮疙瘩。你都想講江少祖按樣去抗議，一個姨父子就一隻來嘅天天，唔是講見過阿爸嘅來，是在幾隻家屬按到五星嘅種皮家種按樣培養起來本江家血脈個傳下去。所以說，人睇1895嘅故事時間，冇去講到。也留下來嘅信用版型，對，我想你個係你那個劇本我好期待哦。來期待啦，努力啦。哎呀，裏面全都1-2分鐘哈。蘇婷做嘅老太家，比方講後生嘅啦哈，針對後生嘅家屬講係有想要行去跳一條路，你有乜嘅？唔好講經驗分享啦，如果你有乜嘅想要老幾多講嘅話，乜嘅用版型嘅分享係你提倡哦。就講我自家好啦，第一愛看書啦，看書，多看書，多讀書。新年時候媽媽愛看書，一下第一愛看書啦，知識挺重要。第二就係愛對人有興趣啊，對人有興趣，喜歡也係冇討厭的人哈。就愛接觸，對人有興趣，創作的創作，對人要有興趣啊。第三就係愛設計嘅生活，愛關心四周圍發生事情。關心愛設計也關心那個土地咯，感謝蘇婷老師哈。在節目裏面，也個後生嘅有3則關於戲劇嘅建議，今邊也個真相同埋嘅就幾項都了解。感謝蘇婷，謝謝。新聞觀眾朋友，下禮拜再過來收看真相同埋嘅。